等陣先，頭先嗰個識打詠春嘅禪手瑤呢，佢明明唔係亂馬嘅角色，我點樣諗都諗唔起有呢個人，但你竟然話同我有關，佢無端端點解會走出嚟㗎？禪手瑤呢個案例更加特殊，佢嘅存在同未來創作行為有關聯。講人話得唔得啊，大佬？根據資訊統合思練體模擬，你將會喺回歸現實世界之後，用自己穿越經歷創作動漫亂雕河馬宇宙。禪手瑤係該作品嘅人氣角色，佢為咗保護你順利回歸而出現喺呢個世界上。即係話佢係我將來畫出嚟嘅。準確講，你係佢嘅創作者，佢係你嘅作品，但而家你哋處於同一時空，形成祖父悖論變體。可唔可以講簡單啲啊？我個腦就快爆噶啦，同你講話慘過當年高考啊！呢個唔係悖論，係四維時空嘅必然結果。根據塊狀宇宙論，過去、現今、未來一早已經作為時空塊存在。禪手瑤嘅出現只係兩條世界線喺閉合類時曲線入面嘅自洽交點。河馬你未來嘅創作行為同佢而家嘅存在構成咗不可打破嘅因果閉環。冇可能，我連創作都未開始，佢就已經喺度，仲話護送我翻去。咁我第一次到底點翻到去噶？大萌神，你係咪壞咗啊？你清唔清楚自己噏緊乜噶？時間其實係以一張張塊狀動畫嘅形式存在，根本冇過去、現在、未來嘅先後之分，只係取決於觀察者喺邊個位置睇。就好似遙遠星系嘅光抵達地球，只係時空距離導致嘅觀測延遲，本質上所有時刻都同時存在。喺量子延遲選擇層面，而家嘅觀測會決定過去嘅路徑，你而家點做會決定邊一個未來被顯現出嚟。簡直一派胡言，咪聽佢亂講，乜鬼塊狀宇宙量子延遲？我睇你分明就係漫畫成精嘅畫皮怪，喺度妖言惑眾，禍害人間。我今日就要替天行道。河馬你唔使驚，此乃畫皮妖孽，最擅長用虛妄數據迷惑人心。你本身係凡夫俗子，被佢用邪術牽引穿越，淪為佢推演因果嘅傀儡。佢講嘅你創作我，只不過係懾魂奪魄嘅妖法術詞，想令你認賊作父，永世困喺呢個虛妄時空。數據顯示我嘅生理體徵符合人類標準，妖精之說冇資訊支撐。禪手瑤嘅存在依賴河馬嘅創作意志，呢個係可驗證嘅時空模型結論。妖孽盜取天地資訊，化身人形。我都唔知信邊個先啱，各位喺評論區俾啲意見啊！